那刚前市长每天伫市政会议宣布，明年7月开始，65岁以上老人免缴健保费的重大政策。虽然这是议会无分哪力争取有成，不过27号定期大会一开议就引起激烈讨论。议员蔡玉慧首先开炮，质疑当初议会决议就是无排付，市府并无尊重。议员罗坤福嘛批评补助已经12档，要求市长道歉。甚至有议员嘛认为是选举可牛，烦恼的摆客明年预算，要求市长任内一定要变到底。到底咱议会决议，市长即摆要看我出去听，拍无啦。毋过我几个质疑啦吼，现在我讲市长你水电会出问题，你出去讲90倍到99月要发万字，100月发2万，这就讲啦吼，市长你袂讲无啦吼。来，你选举讲这大傻逼，即摆来。你不就伫新年讲，你讲可能爱研究一下无吼，钱安怎无钱啦吼。我不知道市长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压力，立马在最短的时间，全面的让健保免付费，但是违背大会决议要排付。基本上来讲，黄市长你做什么都只做半套，你做什么都只取悦某一些特定的人。那排付的理由到底何在？市长，你们根本就为了选举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？因为呢，明年就是要选那个总统大选了。你们为了台南市这样子才来护老人健保，你都要讲哎，28亿，你讲明年要变你的还了，你今晚是要放讲？啊，翔啊，你要不要跟台南市民承诺，在你在任的这4年，老人健保绝对你一定编到底？之前那个重阳敬老金、礼品及健保福利金等原则上不排付，但是健保福利金是希望台南市政府建立制度，请市府研究办理，使得动之。那我想现在那个台南市政府比照6都健保费有排付的话，这样也是他们在制度上建立的一个基准啊哈。面对议员的质疑加烦恼，市长中心绝对不是选举可牛，明年度至少28亿预算才是挑战，不过答应任内一定会变好高。咱明年头仔讲，咱明年的挑战是明年，因为咱7月初开始，咱替百姓纳是纳14亿，但是明年开始就全年度28亿，所以明年度的预算要变是做歹变，因为咱要搁另外搁倾14亿出来，迄是对咱来讲有一个债务负担。啊，钱就是安尼啊尔，你要这边健保费加纳过，迄边其他的所在，包括咱家己的这个什么其他的开销，咱来减过，大概原因是安尼。那阵这个钱也毋是伫咱的我的纳地啊摕出来，这是咱百姓的血汗来做。会后，国民党籍议员手提祝贺台南市长辈免缴健保费的变纳，不过到底是恭喜也是口舌，市民自我公断。台南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。